天鵝堡都大減價啦，而家10,888起啊！呢個陽台係咪好正呢？望出去成個小區嘅園林啊！呢套133方3房2衛，睇個廳都幾大下㗎，餐廳又夠闊喎，放個6人餐台冇問題嘅。陽板房呢就3樓，採光就冇咁好啦。呢邊就廚房，廚房出到嚟呢，呢邊仲有個生活陽台嘅。而家就2樓啦，隔離就山姆啦。呢個房幾好啊，老人家住又得，後生住又得，直接連返陽台嘅。呢邊就公衞，呢邊呢可以做一個兒童房啊，幾方正啊！呢個主人房真係享受啊！主人房足足有成30個方，長飄窗嘅，都係望返園林景觀嘅。2米床呢完全冇問題。衣帽間有晒。而家剩低個房就唔多啦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call 我。